即马中秋特别到啊，油嘛大出。中华邮政甲台南的农民合作推出文旦的礼盒。不过，刷受民众买到了后，发现讲油皮唔但靠大，阁有污点，要送人实在是真失礼。中华邮政强调讲，油的口感甲滋味是未受到影响。不过嘛讲，安尼会当退货，嘛会加强品质的管理。 来到会场，台南市长黄伟提到推销摩达文旦，中华邮政嘛甲台南在地油仔农合作，送礼盒来卖。不过消费者买10公斤的油仔了后，发现内底油仔有乌大，看起来歹看，互消费者感觉歹势送人。不小心去碰撞到，工人因为装得很快，10几个工人在装，他当然他的速度会要快。 品质就没办法完全掌控。个人讲，油仔装箱前拢会选购，不过最近出货量大，有当时啊疏忽无看到，才有这种情形。不过强调锅巴正甜，口感无影响。 啊，伊个风大咧摩擦起来去的时候，伊这毛囊破去了吼，就变成褐色。那褐色的时候，其实咱一开始农民因兜看的时候，打慢的时候袂遮严重，因为伊时佫青青嘛。啊，当你烧水洗水了，慢慢吼，伊就变好食的时候，伊连爆起的时候，你会讲伊褐色足严重。我会感觉迄是无好的油仔咧。农会是讲油仔有乌大，不过果肉绝对无问题。也有少民众坦白讲，都是会挑工买这种油仔，甜都较好食。不过家己食无问题，若是要送礼，也是会更较好看。中华邮政表示，会当替换货，也会加注意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